马可福音14章第30到第90节，拍开，咱就来读。耶稣伫伯大尼海过西门的厝坐倒的时，有附近人带玉环内面底极贵气真莲拿达香油，讲化玉环倒伫耶稣的头壳，有几啊个人受气，三角讲，安尼破坏比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呢？因为即个香油会卖得300外个来互送香人，就毋愿意。若是耶稣讲出伫伊，恁请事刁难伊所行的来款待我的是好事，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爱好款待因，不管是拢会。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即个负责人是尽伊所会的来做，以大声将油抹在我的身躯来备办埋葬。我实在甲恁讲，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也要讲起即个负责人所行来纪念伊。咱只是请罗龙斌牧师要甲咱分享伊的题目：为主做一件美事，为主做一件美事。把时间交予罗牧师。各位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有机会搁一摆做伙来服侍敬拜上帝。今仔日是进入大降节的第一主日，请咱做伙用感恩、感谢心、准备心来迎接咱的救主耶稣出世。愿上帝平安、恩典，只是丰丰富富，收在咱中间。请咱大声三角码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用无限的疼，甲阮找倒转来，到主你的疼的大家庭。毋然呢，你阁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愿伫你面前，阁一摆献上感谢。今仔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阮就是要来准备心，迎接主你的出世，常时来想起主你对阮的疼。主你甲阮讲，见若有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一切旧的事拢已经过，拢变成新的。多谢你赏赐阮一个新的活命，到底阮成做上帝你的儿女，阮着要怎样来活出主你的款式？伫阮的生活中间有好的见证，这是阮常常要放伫心内的一个功课。今早起，通过主你的话语。恳求你亲身对阮讲话，互阮平平对你的话中领受上帝你的教示，互阮更较知影怎样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上帝你的疼，互你的名伫阮的社区、伫阮的社会会当得到高举，会当互更较侪人来归向伫你。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我伫澳洲牧会10年。伫国外的牧会，咱知影有侪的挑战，也有侪艰苦的事。总是嘛要求会当有真侪才会达到回忆真甜蜜的吼，这使我感动吼的一款回忆的事。早起伫遮，我就是要大声甲咱分享我一定伫我心内感觉真温暖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会友对伊的朋友讲无怨无悔吼。不求回报的一个帮衬的故事。我的会友的朋友是一对翁仔某，因全家移民到澳洲了后，因就真拍拼，因去开一间餐厅，毋知是地点无好，或者是经营的方法不对，总而言之，到落尾就是这间餐厅真失败，欠人真侪钱。甚至爱甲因的厝卖掉去行债务，到这个地步，真正对这个家庭来讲是真凄惨，嘛真艰苦。总是当因伫上界无五望的时阵，我的会友因嘛是一对翁仔某，因提出一笔钱，
当时的这个价值差不多是台票800万，来帮衬这对夫妇，甲伊讲，这钱借你吼，你有钱才行吼，啊无利息，啊你搁去吼找另外一间店，啊咱做伙吼拍拼来经营吼，5万甲经营会起来安尼。伊帮助伊想一寡吼经营的计划安尼。啊，对伫我的会友在做这件事，啊边仔的人就有的人就伫遐吼，安尼闲言闲语吼，安尼就讲可能吼，我的会友因为有啥物款无好的心吼，伫遐吼，伫遐讲后壁话。但是我的会友甲伊的朋友讲，无要紧，咱拢掂掂吼，咱做互看，咱做互看。所以安怎我的会友帮助伊去找吼，真高煮食主厨。啊，来教因安怎煮料理，吼，啊，而且伫经营的计划顶面，嘛常常甲因吼真好的建议。就安尼，大概3年后，哇，因定安怎东山再起，吼，因的店，搁一摆吼开起来，吼，啊，全家吼重新安怎得到生活的愿望，吼。所以啊，我的会友的朋友吼，四过若拄到人，就甲人讲啊。我的会友是生命中的贵人哦，无有遮好的朋友吼，伫遮尔艰苦的时阵，安尼无怨无悔吼，啊不求回报，啊伫遐吼，互因安尼对生命定心吼，安尼找倒转来这个信心吼，真正足感谢。啊，我诚做因的牧师，我嘛感觉讲与有荣焉啦吼，有即款的会友，伫朋友上界艰苦的时阵，欢喜伸出援手吼，我感觉真正我是真感动吼。啊，总是我的会友所做的，若是甲今仔日咱伫圣经所读，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事相较比较，我要讲，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事安怎，是更较水的一件事。原因伫倒位？因为伊所做的事是主要所亲身甲伊学落，对吧？主要所讲什么？伫普天的吼，伫普天的，无论到倒位。那传起这个福音哦，拢要讲起这个妇人人的所做。咱今仔日嘛伫遮在纪念这个妇人人，对吧？纪念这个妇人人做伫主耶稣身躯顶吼，这个水的事安尼吼。啊，到底是安怎？这个妇人人伊所做的事，嘛无特别的身份啊，吼，啊嘛毋是讲特别吼好嘅人，但是伊所做的是安怎会吼主耶稣亲身的肯定吼？他是怎么做到的啊？啊，咱会当学习什么？啊，我有几项甲咱做伙来想吼。第一项吼，伊其实伊有法度做这件水的事来讲，就是伊有真正确的一个动力啦，吼，真正确的一个动力。伫身躯顶真正确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肯甲舍得啦，吼，咱台语讲甘啦，吼，真肯做，佮真甘付出吼，这是一个吼真要紧的动力吼。咱知影吼。一台车搁较水吼，搁较济钱，引擎也无法动，会走袂走啦吼。一台搁会使放伫遐展示吼，但是引擎的发动，哇，伊就会当发挥安怎真大的功能吼，四过拍走吼。要做一件水的事，会当互主耶稣来学乐吼，嘛是要肯搁甘付出的吼。咱看一个人吼，真正来讲伊肯做。伊若肯做的时阵吼，搁较困难的事，嘛一定安怎会尽力拢去完成吼。啊，咱看圣经有一款吼真水的故事吼。啊，咱知影一个爱情故事，讲有一个人为着要娶伊的太太，啊，做14年的白工，啊嘛做甲足欢喜。啊，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叫做雅各对吧？吼，雅各啊，伊足想要娶立见吼，但是安怎？伊个丈人吼，头壳足好咧，讲阮大查某囝袂嫁吼，第二个袂使你吼，袂使嫁出去吼，所以做7年了后，讲你都要搁做7年，吼。但是为了立见，你读圣经，你甲看讲吼，雅各看14年安怎，如同一日啊，吼，如同一日，无简单吼。啊，伫过偌济时阵，咱嘛会读到一个真感动的故事。咱知影伫过偌济时阵，有2个学生伫以马忤的路上在行，有啊。因后伫遐足失望的，讲啊，耶稣，咱的
咱的主吼，咱的3工安尼，顶是加3工讲要过啊，那还袂过啊吼，因为因离开耶路撒冷，毋知耶稣已经过啊。但是当主耶稣点点来挖掘因，啊，甲因讲起圣经，互因心火热，然后安怎？然后因暗时甲这个主耶稣坐道神，忽然讲哇，是主过啊！因做什么代志？因透眉对伊玛我倒转去耶路撒冷，甲遐使徒讲，咱的主过啊！咱遐个姊妹，咱知影伊玛我到耶路撒冷当中偌远？这个距离当时差不多是10公里啦，吼，无有无呢？袂使叫55688呢，你使用走的呢，吼，你看轻做，吼，无简单。早起我嘛特别借机会学了，后面咱看到这个双联大学吼，而且合唱班吼，而且要献诗吼，佫有一个特别吼，甲咱分迄个子弟吼，迄是指挥的查某囝吼，普通拢真晚起来吼，爬袂起来，早起足早就爬起来，为着要吼做伙来学了上帝吼。你看庆吼，咱若讲庆做，啥物困难你拢会当克服，但是你若毋庆做哇，真麻烦哦！你看圣经吼有2段吼，这个箴言的经节真趣味，在描写这个贫惰的人啊吼，贫惰甲偌贫惰吼。箴言19章24节讲吼，迄个贫惰的人吼，囥手伫盘哦，就是讲伊的喙安怎来测吼，摕倒转来吼，伊嘛毋肯啊，吼。物件已经要互你食，囥伫盘啊，讲来你手伫啊，讲来你摕倒转来吼，踢伫喙里。伊嘛讲啊，这足艰苦嘞吼，真困难吼。22章13节讲吼，贫惰的人讲吼，外面哦，伫街仔路吼有迄个狮吼，我若出去就去互食去，都贫惰出去，什么理由拢有吼。但是你看穷的人都无共款。咱咧读这个圣经，你毋知发现讲，这个富人人伊有真尊贵的身份啊无啦，伊可能无受邀请啊。吼，伊可能身份是真卑微，但是无人请，伊家己安怎？伊家己主动就到这个宴社中间伫遐来出现吼。毋然呢吼，伊佫真甘嘞吼。咱拄好读圣经，有一种吼话语真歹读，咱讲吼，伊用安怎真哪达的香油吼来淋伫这个吼，这个主耶稣的头壳顶，无简单嘞，无简单嘞。吼，你甲看吼，当时边的人有人伫遐咧讲对无？有个人真够讲啊，他都遐无彩，吼，300块会当卖300块的真哪达的香油呢？那会安尼一摆吼，就甲弄破吼，囥伫耶稣基督的头壳顶。咱知影迄个300块是对当时来讲是偌济价值，是一个工人哦，一个工人吼，一年的工资才有法度吼。才有法度有即款的香油，而且即种的香油通常是查某囡仔为着伊要吼，为伊要嫁的时阵吼，要甲家己吼秀个芳芳来出嫁吼。你看伊一摆就甲甲弄破啊，淋伫主耶稣的头壳顶。边仔有人就开始伫遐讲吼，有个人真够讲啊，你看无彩啦，遮尔济钱吼，一摆就甲用去吼，来真这素养人偌好。讲这话是甚物人？真有可能就是犹太啊！吼，但是犹太你甲看，主耶稣遐尼相信伊，互伊安怎？互伊管这个这个钱人管到财政大臣吼。但是伊嘴真够讲，但是又真正讲得真正善良人啊无啦。你读圣经甲看，伊甚至佫偷摕讲吼。他是个贼吼，伊是一个贼仔，伊常常吼偷摕即个钱地中间的钱。你看，有个人是安尼讲到吼真水的道理，但是无行动。但是你看即个富人人，伊安尼，伊毋若安尼主动找机会，伊就去啊。伊搁伫遐当场，就甲遮尔贵的香油吼淋伫耶稣基督吼迄头壳顶，无简单的。我讲这香油真歹读，你若读做香油，读做香油拢无共款，敢是？台语有水的所在呢，
你讲我去香港买香很香，拢是香，对吧？啊，你若讲我去香港去买香，买香真香，我就错掉了吼。啊，是我去香港买香，拢袂通啊。所以哈，只是学小朋友有时候要学台语哦，学一下哈。哦，你看伊这么甘。啊，我想吼，我的会友吼，甲这个负责人，其实我想因伫当时社会拢毋是上较好起来啦。哦，但是因为伊肯做，佮甘做，啊一件水的事安怎，就伫遐来发生。我感觉足无简单。吼，我早起嘛爱甲咱分享一个真水的见证，是伫台南有一间教会吼，叫做群星教会，毋知有人捌去遐无？吼，迄个所在是真真迷信的所在。啊，这间教会拄起伫倒位？起伫一间大间庙的头前。吼，啊，这间教会拢总用差不多4000万，吼起起来。啊，咱来要看卖，因的会友拢总偌济？因的会友偌济人？差40几个人尔，去4000吼几万的教会，一个人差不多要付100万的吼。啊，我是安怎会记咧这个代志？因为咧牧师真拍拼，竟然募款募到阮澳洲的教会吼去募款，因为有会友伫阮的教会咧做礼拜。你看全教会总动员，有法度想的，有法度现的吼，有法度去努力的，就是去做，肯做。甘做一间水的教会，就伫遐建立。我感觉第一项，咱来甲这个要素放伫咱的内心。你若肯做，搁甘做，甘付出，水的事就会发生吼。第二，咱来想的就是讲吼，伊知影把握机会啦。你要做好事，把握机会真要紧的吼。你看特别要为主做，主耶稣捌讲过吼，一样事讲至少讲2、3摆哦，讲安怎？讲伊要去耶路撒冷，伫遐来受难、受苦、受定，但是毋知伊学生毋知有听了有清楚无？有听入去无？吼！你看马可福音第8章31节讲吼，主甲学生讲：人子哦，必须受济济苦，互长老、祭司头甲经学士弃杀，并且受抬3天以后要过啊。伫第8章31节讲一摆，第9章31节搁讲一摆。伊讲人子将来要互受交伫人的手里，因要抬伊，受抬了后过3天要过啊。主耶稣伫要受苦之前，伊一直好几次伊先预告呢，但是学生毋知有听入无，还是听好清楚无？但是我知影讲这个安怎，这个负责人一定有听入去啊，所以伊就是选伫耶稣特别受难进前的几工啊。伫北大年的着泰国的西门的厝，在坐道的时阵，他就去了。啊，甲这罐香油安怎？香油来淋伫这个吼耶稣基督头壳顶，我感觉这互咱一个真要紧的看见。你要做好事安怎？嘛会晓把握机会呢？啊，什么叫做把握机会？什么是咱的机会？有几项甲咱想哦。第一项，你心内若有感动，你就要去做啦。哦，你有感动就去做吧。哦，咱信主了后。上帝的灵甲咱三角地地啊！上帝的灵若甲你提醒讲，你爱去做哦，你就去做做看，你才会知影讲，到底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哦。我拄毕业的时阵，对上伊毕业，我是伫圣经行业做传道。当初我的主管是副院长，一个外国人，叫做罗学川牧师吼。伊做这个灵命更新做了真好。伊退休了后。回去美国，但是伊伫学院伫服侍时，甲一个长老足好，州长老足好安尼吼。啊，真趣味哦！伊已经回去一段时间，有一天，我这个做董事，这个州长老伫台湾，竟然接到伊的电话。啊，伊接到伊的电话时阵，我这个州长老咧做啥？拄要开刀，拄要开刀进前，竟然接到这个罗学川牧师的电话吼，你若知影我啥物人甲你讲，我要开刀吼。这个罗牧师甲伊讲，无啊，无人甲我讲啊吼。但是这一两礼拜吼，就常常有一个念头甲我讲啊，你要打电话给周长老，你要打电话给周长老。伊讲伊第一届伊嘛无甲放在心上啊，第二摆嘛是无拄真认真啊。
第三摆佫甲伊讲，有即个念头讲，你个敲电话某人，就讲好，我敲看卖吼。结果伊敲去拄仔要开刀，替伊祈祷。你看，这有够水无？遐尼久无做伙的朋友，竟然敲电话来，是伫好朋友要开刀的时阵。啊，是啥物动力互伊有法度安尼去做？伊照圣神的感动啊！咱常常讲上帝的旨意伫倒位，其实是你爱去做，你才知影是毋是上帝的旨意啊！你袂使拢徛伫遐，啊讲上帝你甲我讲话，毋是无啦吼，真少。但是你爱去吼，有感动你就要去做。第二吼，就是讲吼，你要有气力的时阵吼，你就要去做，因为上帝爱咱做的水的事吼，毋是讲你爱做轰轰烈烈，你爱管偌济钱，你爱做啥物吼，偌大诶，即个贡献无啦。今仔日我互咱一个迄个吼，金句的箴言第3章27节，伊讲你的手若有行善的力量，行好的气力，就毋好提示。有气力你就毋好提示，要做伫遐需要人身躯顶。上帝毋是要求你做偌大的事，细项事。上帝嘛，甲你纪念，敢毋是？马太福音25章是毋是咧讲这个故事？马太25章对吧？绵羊、山羊的故事，都是咧讲你做伫至美神一个身躯顶，嘛是做伫耶稣身躯顶啊。所以有能力就去做吼。几个月前吼，咱台湾有一个吼登上吼这个国外版面吼，嘛是台湾之光的消息吼，可能真侪人无看到，就是讲。有一个德国的记者吼，伊咧做一个田野调查，讲人情味吼，每一个国家的人情味有啥物无共吼？第一，伊选纽约时代广场；第二，伊选这个日本的涩谷西布亚吼；第三，伊选咱台湾的西门町。简单来讲，伊讲吼足无共款。伊讲吼，纽约足无人情味。伊要装作迄个难民，迄个无业游民坐伫咧路边吼，拢无人甲伊打招呼，一个都无。伊讲吼，来到西布亚吼，有较好。日本人真有礼貌，甲伊讲哦嗨哟，早安，但是嘛无人实际甲伊斗骹手。伊讲恁来到台湾伫西门行一个，伊讲伊坐无伫遐坐无介久吼。讲一个小妹妹哈，一个小妹妹看到一个无业游民坐在旁边，我这么讲给她听哈。当她坐在旁边的时候，一个小妹妹突然跑来说：“叔叔，你没有东西吃哦，我这里有一块面包哈，给你吃啊哈。”暗拿呢不止这样，这个妹妹还跑去 7-Eleven 跑去 7。还买了一瓶饮料，用他的零用钱讲：“叔叔，你要吃面包也要喝饮料。”所以也给他饮料。这个记者说：“台湾怎么人情味这么重哦？安尼这是安怎教的呢？安尼细汉都要关心别人哦。伊讲，这样无共款。你看，一个细汉囡仔一个小朋友，台湾之光呢，上国际版面所以。咱要做好事嘛是安怎？有气力的时阵就爱去做，但是真要紧。第三项要甲咱想，就是讲，你要做一件水的事，就爱安怎？当迄个需要要伫的时阵需要还存在的时候，你去做才有意思啊！咱伫国外这时阵，咱拢读到迄个故事讲，伫7日头一日，耶稣国外的时阵，有一寡妇人人要做啥物代志，伊嘛是摕香料啊，对吧？香料，因要走去这个墓的时阵，要去甲主耶稣安怎？去甲抹，结果敢抹有着？无啦，主耶稣已经过活。所以需要还存在的时候，你就要把握机会去做。所以咱讲做好事，把握机会有几个条件，咱来记好条落尾一项，要做好事真要紧。咱要讲就是讲，你要做伫耶稣基督身躯顶啦，嘛是主甲你肯定，迄才是真正一件水的事啦要得到主耶稣亲自的肯定，也是要做怎么样？做在主耶稣的需要上，迄才是水的事。你看这个妇人人做这件事，无定伫当时的迄个宴会中间真突兀对吧？大家咧食饭，你一个迄个玉瓶来玉盘来，你就甲。弄把抹伫这耶稣身躯顶，好像是很突兀，嘛有人伫遐开始甲你批评，
但是主耶稣挺身而出呢，咱看咱的主耶稣伫遐反转，安怎甲伊肯定？主讲犹他吧，为什么甲伊为难呢？伊伫我身躯顶所做的是一件水的事，因为常常有善良人甲恁相甲伫地，要往因行好，随时拢会杀你。只是恁安怎无常常有我？伊所做的是尽伊所有法度的。落尾即句真要紧，伊讲伊是为我安葬的事，将香油大声淋伫我的身躯顶，为了我的安葬事先做的。这是耶稣的需要啊！你要做好事，真正嘛是爱对这个亚看嘛，做伫人个需要顶面啊！我毋知影咱捌去互请人客无牧师常常有这个机会会友好款待，但是嘛常常会拄到尴尬的场面啊！咱知影咱台湾人请人客足热情对吧？牧师啊，这好，这菜好，这好，这好，这好，食饭的时候一直甲你硬啦硬了规盘甜但真歹势，迄拢我无爱食的啊！你甲我硬遐济无食佫对你失礼食咧，就像我安尼愈来愈捧起来这是很有趣的我无爱食，你一直硬互我，对无？我毋是需要说你一直要替我做，无达到效果所以做伫人做伫人的需要顶面，而且这个需要毋是你家己咧认的，毋是讲我咧做好事我即么捐钱咧关心社会机构我就是咧做好事，毋是，嘛毋是别人咧讲某美人伊咧做好事，那个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来看咱家己讲我咧做是好事，但是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无拄拄你看以色列人，因讲我有献祭就好我有献祭上帝就会欢喜但是你看圣经安怎写？圣经上帝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上帝爱咱听伊的命令，爱咱顺服。比咱讲表面你捐足侪钱啦，有咧做礼拜啦，你的心你都对主无顺服，迄是无拄拄，因为毋是主需要嘛有时咱讲你看有的人讲迄个是善人大家学落甲迄个人是毋是真正是好人？嘛无拄拄几年前，咱看咱的社会吵得沸沸扬扬，有一个人嘛足好个对无？一方面对某机构捐足侪钱，一方面咧做啥物？对袂黑心油迄敢是做好事？毋是但是咱的好事是讲，你会看你主甲你检验，讲你是做的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感觉个真要紧所以负担嘛要甲咱提起，咱的教会有侪人咧做代志。请咱唔好真紧伫遐论断，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唔是啦，上要紧是啥物？要经得起主的考验，讲这是好事，安尼上介好，咱都唔免去讲啥，互主去做最后的裁判今早起甲咱讲分享这段信息，我感觉要甲咱提醒，就是讲你甲看这个负责人，伊无拄有真尊贵的地位伊毋是上好个，伊所做的事嘛是检采，是伫这个宴社中间一个小小插曲，但是对咱有真要紧的两项提醒第一项，请咱爱记，顶礼拜咱是啥物？是感恩节对吧？咱做基督徒，你捌讲过爱甲上帝感恩无？我想大家人都捌讲过但是请咱回去想这世人，你有为着主做一件？会通互主甲你学落讲你咧做是一件水事有无？请咱家己回去想第二，更较要紧，圣经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讲安怎？讲有一天，咱拢爱徛伫主耶稣基督的台前照我们所行的，叫咱所行，或好或无好，来做安怎受报应。若到迄个时阵，咱要怎样坦然无惧？徛伫主的台前，我感觉上较要紧，就是趁你要溃烂的时阵，把握机会，好好为主做一件美事。请三讲我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阮常常拢会晓讲，阮感谢上帝。总是主阮是喙唇皮咧讲。
或者是阮伫生活中间有真正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上帝你的听。通过采取一段圣经，这个妇人人所做的，恳求你帮助阮，会当领受，嘛当成做阮的提醒，会晓趁阮要有气力，也有机会为主你做一件水的事的时阵，好好来做来行伫主你爱阮所做的中间，来得主你欢喜。愿上帝你赐福，愿再去做为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